即点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以万心来敬拜上帝。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这个上帝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照亮咱伫卑微的位，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收拾美牛，互见有发气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天顶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8首，圣诗第8首，夜幕观看，洋葱无穷，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Yeah.
请咱三甲来祈祷，疼痛阮的主，感谢你还佫留阮伫世间的年月，互阮再次聚集伫你的殿院，或是伫线顶做伙来敬拜你。即款无比的福分，阮着来学乐感谢你无煞。主，阮也再次感谢你的恩典，也恳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过。2年外以来，威胁着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的疫情，渐渐要来收煞。全世界有侪国家也慢慢来开放，一步一步来恢复着正常的生活。目前，阮台湾正是处伫即个转向正常生活过渡的期间，但是人民的想法也无法度马上来适应，也佫有一寡无良的政客为着政治上的利益，伫大家信心不足的时，用白贼话来威胁恐吓人民，造成侪人会惊吓，抢买医疗的资源。也是伫病院做无必要的排队，妨害着真正需要医疗救济的病人。恳求主你赦免阮的无知，赦免阮信心的软弱，原谅阮无够信靠救主你的救恩。疼阮的主，阮再次来祈求你的恩典，赐下智慧甲勇气，互当前的，无论是伫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员。来做正确的决定甲行动，减轻疫情的伤害。恳求主也保守祝福遐个医护人员甲执行公务的人员，伫因的工作上都无来受到伤害。也恳求主保守遐个不幸染病的患者，有适当的医疗资源中来得到好的照顾。也常时恳求主赐智慧，互阮即块土地每一位的人民了解阮过去这2年来有救助教育的恩典。伫疫情的中间，互阮逐人无惊吓、无埋怨，有好的判断力。每一人做好家己的本分，同齐一心，做伙来度过疫情最后这波的难关。疼阮的救主，阮伫遮也为着伫遥远的乌克兰，还佫受战争苦楚的百姓来恳求，恳求主你带领因的苦难，恳求主你的大权能再次来彰显。虽讲歹代暂时唱行，总是主的真理稳当会来得胜，紧紧来恢复着世界的秩序，帮助遮个受难的人民来重建因的家园。阮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但阮要照着救主你在早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公义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平安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业。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59篇，圣诗后面第1105页，启用文第59篇。这篇启用文是出自罗马书第10章。咱三甲来启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
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搁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47首。你减有就君主，互伊洗清气。圣诗第147首，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请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上帝，阮当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支持，引带阮放下阮心内所有的不安惊吓，保守阮的心灵勇壮，用阮全部的心智来听主你，来听趁主你的话语。主阮感谢你差派你尽忠的奴仆黄春生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恳求主你赏赐圣神的智慧，伫伊的讲道，互阮来明白主你的话语。
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于出埃及记第34章第1节到35节。出埃及记第34章。咱若看新版的台语译本汉语版是第171页，171页。请大家看，听我来读。上主对摩西讲：“你着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你以前摔破的石板顶面的话，我要搁写伫即两块石板顶面。明仔早起，你着准备好势，透早上西奈山，伫上悬的所在调记我。毋通有人甲你做伙来，规座山毋通有人，山骹嘛毋通有牛群、羊群伫遐食草。”摩西就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摩西透早起来，照上主的吩咐，手提两块石板上西奈山。上主伫云中降临，甲摩西徛做伙，宣布上主的名。上主对摩西的面前经过，宣布讲：“上主，上主，有仁慈稳定的上帝，无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心，持守慈爱到千万代，赦免罪孽、过失甲罪过。一定袂甲有罪的判做无罪，袂追究有人的罪，对赔到囝到3、4代。”摩西就随时趴落涂骹敬拜，讲：“主啊，我若对你得到恩典，主啊，求你甲阮做伙行。阮是心硬固执的民族，求主你赦免阮的罪孽甲罪过，接纳阮做你的子民。”上主讲：“呾我要甲你立约，我要伫你全体人民的面前做奇妙的事，是伫天下万族的中间也毋捌做过的。安尼，你周围的民族就要看见上主通过你所做的事，是偌尔通行为。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你着遵守。我要对你的面前赶出阿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利人，甲亚布斯人。你着谨慎，毋通甲你要去迄个所在的子民立约，才免因诚做害恁的罗网。你着拆毁因的祭坛，讲碎因的石条上，踹断因的阿瑟拉女神的神像。毋通敬拜别的神明，因为上主是要求人专情服侍伊的上帝，无容阮有别的神明甲伊比拼。所以，你袂用得甲迄所在的子民立约，才免因服侍因的神明惊邪淫，献祭互因的神明的时，你受邀请，就去食因的祭物。才免互你的后生带因的查某囝，伫因的查某囝服侍因的神明惊邪淫的时，引诱你的后生做伙服侍因的神明惊邪淫。你毋通为家己铸造神像，你着守度假节，照我的命令，伫阿必月所指定的日期，食无假饼7日久，因为你伫阿必月出埃及。所有头周生的，拢是我的，无论牛羊，头周生的公的，拢是我的。头周生的驴仔，着用羊仔赎回；若无要赎回，就着讲断驴仔的喉管。恁的大囝拢着赎回，你毋通空手来敬拜我。6日内着做工，第7日着休困。栽种收割的时嘛着安尼。
初七的小麦收成的时，着守七收割节，搁着伫年尾收垦节。恁所有查甫人，就一年3遍来敬拜至悬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我要对你的面前将外族赶出去，扩展你的领土。你一年3遍来见上主，你的上帝的时，一定无人会侵犯你的土地。毋通将生日的血甲有价的米做伙献予我。搬过节的祭米，万通留到过早起。土地头水上好的收成，着送到上主你的上帝的厝。毋通用山羊母的年煮伊的囝。上主对摩西讲：你着将这个话写起来，因为我是照这个话甲你以及以色列人立约。摩西甲上主伫遐40年日，无食饭，无啉水。伊将这个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伫迄2块石板。摩西落西奈山的时，手摕2块约板，因为上主有甲伊讲话，伊的面发光，毋过伊家己毋知。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到摩西，看咧伊的面发光，因就真惊，毋敢挽棍伊。摩西叫因来，阿伦甲会众的领袖，则拢倒转去伊遐。摩西就甲因讲话，然后以色列众人拢真情活来。摩西就将上主伫西奈山对伊讲一切话，拢还予因。摩西甲因讲话了后，就用摕大面。毋过摩西入去见上主，甲上主讲话时，面皮就褪起来，到伊出来。伊出来就将上主所吩咐的，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面发光，摩西用摕大面，听候到伊入去甲上主讲话，才褪去。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点咱请张文雅姊妹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伊要吟的诗是《信望爱》。
功德，忠心立约。弟兄姊妹平安，愿上帝恩典伫这疫情中间，甲咱时刻三个伫地。今仔日真多谢恩也通过这首诗歌来带领咱来敬拜，互咱也通过这个诗歌，哥林多前书13章来看见上帝是咱患难中这个真大疼的来源。咱爱存着信心，也存着仰望。甲掠起伫基督内面的疼，跑走头前的路站。那根据这个疫情的中心的估计，咱台湾差不多要进入这个疫情的高峰。也真侪人关心教会，问我讲牧师啊，教会敢需要先关起来？我甲讲，这甲旧年的情形无啥共款。嘛有其他的牧师敲电话来问我，讲黄牧师啊，恁济南教会安怎做？我讲你太问我，伊讲恁教会较指标性，所以来问你看卖。伫迄中间，我嘛看到真侪同工真关心。我甲讲，咱其实照着政府的这个防疫的规定就好啊。咱过去2冬，若亲像咧读中小学。有足侪规矩，规矩较侪，但是咱已经2年后啊，咱就若亲像上大学，免用国小的规矩来国规范，因为咱台湾这个疫苗的覆盖率已经8成外去啊，防疫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咱犹原爱互相照顾，特别伫免疫力较低的。年长的兄弟甲幼儿，嘛有一寡人无法度来注射这个预防针，咱嘛是需要较谨慎。咱的过去，咱2冬以来，咱的教会对住这个防疫，咱其实嘛有一寡准备，包括咱有请这个外面这个做医疗清洁的公司，每礼拜2摆来到伫教会来消毒、来清洁。咱地板嘛有用这个次氯酸水伫遐来消毒。人会接触到的所在，一律拢是用酒精来喷、来消毒。咱场地用了后，咱的干事也会对这个场地全面伫遐来喷酒精来消毒。我个人过去因为较接触的人较侪，所以我近来我嘛会用这个快筛来验看卖，看我敢有确诊无，排除这个染疫我才会当出门。过去2、3礼拜，伫我四周围嘛有真侪亲人，也是兄弟。因加减减，拢传出这个密切接触者，也是讲有个人甲我讲，牧师我确诊了，要安怎？我讲你要照政府规定，即马是7+7，所以伊嘛是真乖，伫厝内伫遐来防疫。我看到大多数拢是无症状，也是讲症状较轻的，甚至我熟悉几个位，因嘛拢出来啊，恢复因的正常的生活甲工作。所以愿上帝来看顾咱台湾，赏赐咱平安。咱今仔日所读到出来记34章，这是摩西第2摆上西奈山。伊即边上山嘛是游原是40日，落山了后，带领以色列人民第2摆甲上帝来立约。伫第一次伫西奈山，上帝以色列人伫迄个所在甲因立约。迄个条件就是爱遵守上帝的诫命律例。咱若看到出来记24章第30个时阵，迄段经文安怎讲？百姓伫遐同声应讲，上主吩咐一切话，阮拢要遵守。但是咱回顾，迄摆摩西上山落来40日中间，百姓看袂到摩西，因就伫遐来做金牛来敬拜。因为因将摩西当作是神同款，无摩西袂用的，所以伫迄个中间，
因看无摩西，因的心会惊，所以因伫遐就来做一个金牛，讲这是带咱出埃及的。人民犯罪了后，摩西伫迄个所在，伊甲上帝恳求，伊替以色列人代求。摩西的做法，拄拄也是要互遮百姓知影，连我都爱甲上帝求啊，更何况是恁正人。伊也是要互以色列人知影，讲是迄位上帝带恁出埃及的，毋是摩西，毋是任何的领袖，是上帝本身。所以整个出埃及的运动内底，无领袖袂要紧啦，但是袂当无有上帝。但是遮咱看到，要得到上帝的赦免，才会通继续得到上帝的这个恩赐。上帝要赦免人，人必须爱悔改。所以今仔日，人若要甲上帝国和重新来立约，这就咱看到今仔日34章内底关系伫重新立约的代志。咱首先来看第1节到第9节，伫遮会讲起第2套的这个约版。伫第一次立约的石板是上帝所批办，第2次伫遮上帝吩咐摩西讲：你爱刻同款的。这个同款的意思就是安怎？后壁又有说明，就是要来写同款的诫命。2摆拢是上帝亲自颁布的，这表示上帝愿意予以色列人甲伊有这个国和的机会，所以才有需要立约的必要。这个第3节的中间，互咱看到，这摆的这个规矩比顶一摆搁较严格。顶一摆，阁有人陪摩西上山；顶一摆，阁有70个长老甲摩西做伫山顶啉食。但是伫遮咱看到，即摆敢若规定摩西一个人会当上山，连伫即个山骹牛甲羊拢袂通伫遐食草。真清楚的，就是咧提醒袂通阁安尼清清采采。第1摆上山的时阵，阁容允阿伦陪摩西去，但是这一摆第3节咧讲起，任何人拢袂通甲摩西来到伫上帝的面前。这已经真清楚的表达，无有一个人是圣洁完全的。第5节咧讲起，咱来看迄个第5节，伊咧讲起伫遐宣告上主的名，宣布上主的名。这个宣布上主的名，这个宣布到底是上帝宣布，还是摩西宣布？其实这个宣布这个动词 “kara” 这个动词，伫圣经内底第1摆出现的时阵，是伫创世纪第4章26节，设生一个囝，甲号名做以罗斯。对迄时，人甲开始求告上主，这个求告上主，也是讲宣布上主的名是同一个意思。该阮胎死伊的小弟亚伯了后，亚当阁生瑟，瑟对迄当时才开始，人才开始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个宣布 “kara” 这个字，伫遮阁一遍来出现的时阵，那亲像咧讲起摩西也是咧宣告上主的圣名。这嘛那亲像伫瑟，伫迄个前该阮犯罪了后，伊才开始伫遐开始有人来求叫上主的名，这代表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咱会通看到，检查伫这个作者，伊嘛要来表明摩西伫遮卡拉的时阵，伫遮宣布上帝的名的时阵，嘛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咱来看第6节甲第7节遮的描写，所描写的是要互咱知影，上帝宣布伊本身是一个有怜悯的上帝，意思是上帝要来赦免以色列人过去拜金牛这款的犯罪，才互咱知影一个事实，就是上帝本质就是疼。亲像彼得后书内底安尼讲起，讲主毋是一般人所想象。伊延前伊的应允，反倒等伊是为着宽容咱，伊无愿意一个人沉沦，爱人人会通悔改。彼得后书3章第9节，
所以伫遮互咱看到，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但是伊无掠迄个无公义的代志就放煞，上帝会不断追讨这个罪。这个追讨一讲起直到3、4代，真侪人去误解什么是直到3、4代。咱最近看到中国防疫的情形，中国内底共产党的威胁，你若无照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规定，会安怎祸殃3代？就讲安怎3代拢会影响到，包括囡仔、孙仔袂当做公务人员，甚至袂当去考迄个高考。高考是啥物意思？就是因的大学的入学考试。你也看因的规矩会通规定到安尼，老爸犯罪，囝孙拢连带牵涉着。咱的上帝敢是安尼？其实咱若看伫先知以西结，伊安尼讲。只有犯罪的人应该死，囝儿毋免为着老爸的罪受折磨，老爸嘛免为着囝儿的罪受折磨。好人爱将因好所行得到报赏，歹人因为做歹来得到刑罚。所以这是以西结先知18章20节所讲的，袂因为爸的罪连带3、4代人。这个直到3、4代，这是一个习惯用词。就是讲，咱爱不断来直到咱悔改为止。摩西的确是一个有信仰的领导者，伊伫遮一再会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所有的罪过。伊真清楚，若无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人一定行往亲像埃及人行往迄个刀神的信仰。若无上帝为因来征战，以色列人是无法度对抗。其他民族的攻击，甚至因有可能受侵略、受掠，成做其他民族的奴隶。若无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嘛无法度平安进入迄个迦南地应允的所在。咱会当去想象，假使迦南地是老年甲蜜，真丰富、真水的所在，若无上帝，这嘛是安怎枉然啊？若无上帝的同在，等于是安怎失去所有的一切。所以，咱来看第10节到13节，伫遮的描写，特别第10节咧讲起，现在我要甲以色列人立约，是上帝主动要甲人立约。上帝主动代表伊的稳定。上帝若无主动，人是不配。但是上帝出伫听，伊主动。要甲人来立约，这段的立约的内容真典型，会讲起双方如何来承诺迄个条件。上帝的部分，伊承诺伫因的头前行大代志，就是要互四周围的民族看见上主的作为。所以上帝首先就颁布这个律法，爱人民遵守。咱来知影，愈有律法的这个观念，愈有上帝的这个价值的观念，这个就会当愈行往上帝国。古早的民族，伊的文明、伊的进步，嘛是用来看因敢有因的这个律法的制定。今仔日伫国际社会的中间，嘛是安尼，价值相当的这个国家，愈会通互相相信任。契约，如果若讲话无算话，国家定条约会当凊彩拆毁，即款的民族、即款的国家，袂互人来尊敬。那亲像咱这个将近3个月来，咱看到俄罗斯拆毁这个明斯克协议，去侵略乌克兰，这对国际社会来讲，这拢是这个罗马的行为。前几天我阁看到这个立陶宛伫遐宣布讲这个俄罗斯是一个罗马国家，甲列入恐怖主义国家。所以你要看，若无照这个约来行的时阵，
亲像土匪、亲像罗马即款的行为，这伫国际社会是无容允的。上帝颁布这个律法的意思，其实嘛是要互以色列民族，因会通成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有上帝国的规矩来行这条路。上帝颁布律法约的内容是啥物？咱若根据28节的记载，石板顶头所记载是10条诫命，是甲原来摩西伫山顶所得到的同款。对迄个10条诫命，佫延伸出来其他的律法的概律。换一句话，这立约毋是一个新的约，乃是安怎重新的讲起前所立的约。另外11节也讲到，以色列人若遵守这个约的时阵，因的进前的时阵，上帝要赶走当地的这个民族。迄当时迦南地有7个民族，《申命记》第7章内底有记载，但是遮敢若写着6个民族。如果咱也徛伫做一个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咱是无法度接受外来的民族会通将咱赶走即款的代志，占领咱的土地。因为我有一回甲原住民的同工，阮的分享拄仔讨论到即段的经文，因伫遐讲，若是徛伫一个原住民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外来的人会通安怎将阮赶走，对阮的土地赶走？讲实在，做一个平地的汉人，我无法度安怎来回答因。但是我想到，至少伫今仔日，咱袂话安尼做，因为伫今仔日，咱的学习耶稣的眼光来看，爱用搁较宽容、搁较疼人，亲像家己，去建立人甲人的关系，去建立民族族群中间的关系。咱也看到过去伫加拿大。加拿大教会嘛，捌为着加拿大原住民伫遐来认罪，讲过去阮伫遮占恁的土地，甚至咱嘛看到伫即个瑞典的所在，嘛是同款。信义会的教会伫遐原住民的兄弟伫遐会师的，这是一个族群好好的一个开始。所以当咱咧看到旧约内底即款的。去占领原住民的所在，即款的关系，这其实有伊特殊的这个背景，我等下会来做一个说明。12节咧讲起，恁都要谨慎，唔通甲迄所在的百姓立什么款的条约，因为迄真做你的罗网，这就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袂通甲当地的民族来立约？因为迄当时迦南人的条约拢带着迦南的信仰。那亲像早期伫台湾，你也要上纸，你也要立誓，拢需要去庙内底安怎站街头，伫遐拜神明。伫13节咧讲起，讲反倒转爱拆毁因的祭坛，即个拆毁因的石条，甲杀倒因的即个阿撒的女神的像，这就是咧表明爱杜绝即个迦南的神明即款的立约。将这的去掉，这是表面的看见。当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阵，我有去看到一个注解册内底的描写，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圣经学家叫做Mendenhall，伊的神学的论点真有意思。伊认为早期的以色列是一阵基层的奴隶，甲咱讲农民工啦、做事人啦。做工仔人，甲遮个基层的奴隶，因做阵造成的，因做阵起来反抗即个迦南地的遮个王，即就若亲像伫创世纪的中间，亚伯拉罕带着伊同盟的人去救罗得的共款，有4个王甲5个王会互相伫遐争战。亚伯拉罕嘛是其中一个真要紧的，通讲是即个基层的人、做事人，伫遐来反抗当地的即个暴政。因伫遐要来建立一个掠上帝最中心的即个族群，
所以，这个圣经学家安尼讲起，这款的情形一直线到伫出埃及也悠远是安尼。所以，伊称这叫做农民起义这款的讲法。所以，伊强调，毋是血缘的关系来造成这个以色列的民族。但实际上，咱咧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阵，咱嘛知影，迄当时有真侪伫因中间所徛起的希伯来人。因无拄拄是以色列12支派，总是因是做阵伫遐来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族因会通成做一个真特殊的民族，是因为因是一群受压迫的百姓。这群受压迫的百姓，因做阵伫一个共一个所在来敬拜上帝，伫迄个所在甲上帝立约，伫遐来献祭。迄嘛是要来庆祝因彼此成做一体，要强化因彼此的关系，也强化因甲上帝的关系。要强化因甲上帝的关系，当然袂通甲或者外在的这个压迫者来甲因压迫，因嘛要来避免甲这压迫者做阵来联合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学者爱讲起。伫迄个中间，拒绝甲当地这个统治者来立约，是避免因伫迄个中间受吞食去。所以伫迄个中间，因袂通甲其他的民族相甲立约，因为因要对迄个受压迫者，迄个受压迫者甲压迫者中间来分别出来。所以，咱来看14节甲28节，遮所说明的。伫这中间，咱看到第一次摩西上西奈山，有原是停留40年日，迄是第一次。这一摆嘛是同款，嘛是40日。但是这一摆百姓无伫遐问讲，摩西为什么遐尼久阁无落山？伫遮咱嘛无看到。因阁想要来做金牛来代替摩西，来讲代替上帝。因即回，因知影带因出埃及的是上帝，摩西只不过是上帝的奴仆，所以因无阁高估摩西，因伫遐学习掠上帝做中心。这段经文其实是拢在解说10条诫的诫命，甲头前。颁布10条诫甲律法，所有的内容会浓缩版。伊这个浓缩嘛讲起10项代志，包括讲毋通敬拜别个神明，毋通去制作其他的偶像，爱守这个度假节，一切头上生的拢爱归乎上帝，爱守安息日，爱守7节、守旷节，一年3摆爱。上上帝殿来敬拜，献祭的时阵，袂通献有这个有价的。初熟的果子爱带到上帝的殿院，袂通用这羊母的奶来煮羊仔囝。这看起来其实头前拢有记载过。对这10条诫的这个诫命来看，主要搁一摆要互以色列人知影。恁的生活方式袂通甲迦南人同款，爱对因的中间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出来，其实讲起的毋是干那信仰上的分别，较要紧的是价值观会无同款。以色列人的价值观应该是爱掠上帝教导的价值观。换一句话，背后的精神，就是要来塑造这个以色列民族。因爱掠上帝最中心的信仰，咱若掠上帝最中心的信仰，咱的灵性该会当安怎愈来愈亲近上帝。那亲像雅各书内底甲咱讲的，咱若亲近上帝，上帝就要亲近咱。咱亲近上帝的目的是啥物？是为着咱的灵性会通安怎圣化，咱的生命的价值观会通。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所以咱来看29节到35节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咧描写着摩西上山42句，甲上帝对话，伊的面就安怎发光啦。你也亲近上帝，你就安怎亲像发光共款。人民因为看到摩西的面发光，就惊去就近摩西，所以摩西就爱主动去招呼人来到伊的面前，将上帝的诫命拢吩咐因。当摩西吩咐了后，就用一个帕来砍掉的。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后书3章第70到18节的解说，伊咧讲，摩西砍这个帕是为着避免人看见伊的面的阳光渐渐消退。人若看到摩西的面的光，会将摩西当作神共款啦。所以保罗一讲起旧约的阳光是安怎渐渐消退。但是犹太人阁无法度了解，因的心灵就哪亲像砍掉一个皮共款砍掉的，除非因认捌耶稣基督，若无因未去发现为什么爱砍迄个皮。用使徒保罗的解说摩西用这个皮来砍面，通过安尼，咱会通看到。那亲像摩西为着互百姓知影随从伊，所以伊暗砍家己面的光渐渐褪去的这个事实。所以，若是保罗的解说讲，这款的做法唔好，这款的做法是暗砍人的缺点，互人抓准咱人是偌完全的。实际上，咱要将这个皮甲去掉。互基督的阳光会通照光咱。通过这个出来记34章，咱来思考两项要紧信仰的功课。第一项要紧信仰的功课是要互咱知影，分别做成是爱渐渐掠上帝最中心的使命来起做。要互约有意义，立约的人需要尊叹。若无立搁较济约，嘛是无有意义的。同款的，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伫这个新约，若无遵守的态度，这个约就是无有意义。当上帝因为以色列人民背叛伊来拜偶像的时，上帝生气是安怎？我无要甲恁同在，无要甲恁去，无要甲你同在，这就是一个审判，敢毋是？咱人若无有上帝的同在，这对咱来讲，就是一个上大的审判。摩西一听到这个警告了后，伊知影讲代志严重，伊马上甲上帝讲：“你若无甲阮去，啥物人知影阮是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你也无甲阮同在，阮甲世间的民族有啥物款的区别？”基督徒甲毋是基督徒上大的差别是安怎？咱有基督，咱有上帝的同在。但是掠上帝同在，甲要甲上帝同行，就是安怎？爱分别出来，爱掠上帝最中心来行这个约。所以摩西一再一求上帝讲：“你一定爱甲阮同行。”所以伊阁对上帝讲：“讲主啊，阮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惠。”求你甲我同行。最后，上帝接受摩西的代求，答应甲因继续同行。但是条件是啥物？上帝要甲人同行，就是需要立约，人爱遵守这个约。当咱讲咱要遵守这个约的时阵，就是安怎做一个分别做成这款的信仰的态度。因为当初时的迦南地。人民伫信仰上敬拜迄个生产的巴力的神明。伫圣经内底一讲起，因16节讲，免得恁的后生带当地的查某人伫迄个中间服侍因的神明行邪淫的代志。因为迦南人敬拜的方式是一个淫乱迄款的情形。
因会通伫即个禅的中间发生性的关系，通过安尼来代表对神的敬拜。即款的情形，其实咱也看到台湾过去真多啦，包括讲伫即个做招的时阵，庙埕做招的时阵，伫遐怎请歌舞团、请脱衣舞，即款的情形。我过去伫庄开牧会的时阵，我无走去看啦，是知影讲今仔日哇，足侪人会去庙埕遐，是有啥物好康的啦？即款的好康，敢真正是好康？毋是啦。摩西伫迄中间爱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就是甲其他宗教信仰无共。咱若看到台湾的一寡宗教文化现象，有当时当然是一种尊重，但是徛伫咱的信仰，有当时咱是无法度去参与。譬如讲伫遐唱桥，伫遐用即个即个炮伫遐来炸即个所谓的神明。伫遐中间，咱看到咱的信仰，咱敢会通去学迄款的情形？咱必须爱对即款的信仰文化甲分别出来。基督教有基督教真要紧的信仰的分别，咱的分别真要紧的，就是行上帝的话，实践上帝的话，掠上帝最中心。咱要如何来实践上帝的话？真要紧的，亲像耶稣伫新的诫命所讲起的，咱爱疼上帝，咱也爱疼人，亲像家己。咱看到台湾有侪信仰的好款式，拢是真侪天主教的神父留落来，伫台湾50-60担，将台湾当作是伊的故乡，伫遐来投入。即款的投入，因咧实践信仰，互人感受到迄款的信仰的实在。咱知影讲前几工伫香港掠迄个香港的天主教的枢机主教陈日君，台湾遮个民间团体要做阵来召开一个记者会，因就来找我。找我是因为我是总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中间讲，牧师你是驻军，请你来斗3工。因为其他的牧师有的是原住民的牧师，主委是原住民，所以因拢毋是驻军伫台北，所以就讲黄牧师就交给你了。所以因来找我，讲要找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看会当出面，伫迄个中间来为着陈日君来发声明讲话。我去找的时候，我心内第一个就想着讲，有一个雷神父伫辅仁大学教册雷神父，因为安怎？伊每一遍若是有迄个六世烛光，还是啥物聚会，伊一定会参加。伊过去嘛，台湾一寡社运的中间，伊嘛会伫迄个中间的游行。但是我敲着互伊上课无法度来。第二，我就想着找另外一个神父来，找着伊来，是吴伟立神父，我找伊来，伊是一个比利时的神父，伊是一个做苦工出身，厝内是磨那个麦子，麦迄款的，做这个麦粉，这个艰苦人出身，总是伊伫细汉的时阵，伊讲伊无爱读册，伊拢安怎？拢对伫神父的边仔，所以真细汉的时阵，就参与伫教会的弥撒的服侍。伊真有公义的心，有几啊遍相关的这个街头的运动，拢会当看到伊，拢点点伫迄个所在。所以因咧问我的时候，讲天主教敢有啥物人会当找？我想到就是想到因，就紧联络伊过来。伫这中间，咱看到信仰是需要去实践的，行公义的代志，就是一个实践上帝、掠上帝话语最中心的。
咱的信仰毋是伫遐软叫，咱的信仰毋是看人伫遐跳钢管舞、歌舞秀、电子花车，这毋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安怎来疼人，亲像家己？如何来行公义？如何来好人民？如何谦卑甲上帝相甲行？这才是咱信仰分别的实践。第二项要紧的教导是要互咱知影，压迫者的神毋是咱的上帝，压迫者的神毋是咱的上帝。拜偶像其实讲起来是，这个根本上是价值的问题。拜啥物就亲像啥物，因为信仰会塑造咱的价值观，会塑造咱的世界观。如果咱是掠拜金钱，金钱上悬，安尼咱就追求迄个物质的利益，甚至安怎会掠家己自我做中心。因为当人将金钱当作一切伊的行为的目的，行好道德毋是伊的目标的时，甚至伊会用金钱来看一个人的价值。你这个人，你的身价如何？是安怎看你有偌济钱？这拢毋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应该是讲，咱看的价值是这个人身躯顶伊安怎去实践耶稣基督？伊伫什么所在，互咱看到亲像耶稣的脚趾片的影安尼。我头前有提到一个真出名的圣经学家门登霍尔伊的论述，伊的论述的中间咧讲起，以色列民族是迄个基层的奴隶，甲做事人去反抗这个压迫者，进行一场这个起义的行动。因联合起来去对抗迦南地的这个地主也好，还是讲迦南地的这个压迫者也好，因咧推翻这个暴政，因要建立一个掠耶和华上帝最中心的族群。讲较直接的，就是因来反对这个压迫者的神明。所以压迫者的神毋是因的上帝，像我头仔讲的，拜啥物就亲像啥物。当基督徒拜上帝、拜基督的时阵，咱就爱去想，咱要如何来实践上帝的旨意，实践上帝的价值。基督徒伫世间，咱是受呼召来旨意实践上帝的旨意，互上帝的旨意行伫地里，哪亲像行伫天里。旨意实践上帝国的价值伫地面上，这是为着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伫长老教会组织内面，咱有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来实践。天主教会因有这个正义和平委员会，因来实践这款的信仰。天主教这个正义和平委员会真特别，因其实是要来纪念南美洲萨尔瓦多的总主教罗梅罗伊的信仰的情形。所以后来天主教甲设立这个正义和平委员会，过去是无的，是因为这个主教伊受杀死、枪杀死，所以天主教甲设立这个委员会，讲咱全世界，咱每一个教区的中间一定要有正义和平委员会来实践社会的正义。罗梅罗主教这总主教。伊因为谴责当权者的暴行甲无公义，所以伊伫1980年3月24日，伊咧主持弥撒的时阵受枪杀来死。所以后来天主教就用3月24日成做一个纪念日的纪念伊，甚至因嘛成立正义和平委员会。望通过这个委员会，伫全世界因的教区的中间去实践正义的代志、公义的代志。我头仔讲起迄个吴伟立神父，就是前这个正义和平委员会的这个秘书长。
罗马罗迄当时受抬死了后，伊咧主持即个弥撒圣餐的时，所穿的衫后来送到伫梵蒂冈，包括伊的腰带、伊的肩带，拢送到伫即个梵蒂冈，顶头拢有伊的绘。2018年10月14，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甲宣布伊是安怎圣人的时阵，迄当时即个教宗就是穿着罗马罗迄当时受枪杀的时阵，伊所下的即个腰带做纪念。其实罗马罗伊伫1943年受呼召转去到伊家己的国家萨尔瓦多。伫遐来当职，伊20几年来拢是为着受苦的人而服侍。直到1977年的时阵，任命萨尔瓦多的总教区的总主教。迄当时的政府其实嘛是欢迎伊，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总主教伊会甲军政府成做对立？是因为迄当时的军政府用暴力来镇压平民，甚至对这个异议分子伫遐来暗杀，甚至嘛杀死神职人员。罗马罗伊家己有一个真好耶稣会的好朋友格兰多，这个神父，伊就是正伫基层。帮咱遮个做工仔人、做事人，伫宋乡的山区伫遐来宣教。罗马罗做总主教无到1个月，这个格兰多这个神父，互人暗杀伫车顶。这个代志嘛，真做这个罗马罗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转变。伊伫讲道的中间，伊批判。迄当时的军政府一礼拜失踪偌济人，杀死偌济人，所以伊下令迄个教区，恁的会友若有啥物代志失踪的、受杀，拢爱报起来。所以逐礼拜的讲道的中间，拢会公布今仔日确诊几例，毋是啦，是今仔日是偌济人受掠，今仔日是偌济人。伫遐即礼拜中间，偌济人丧失伊的性命。萨尔瓦多的即个军方政府，因为安怎惊逐个人听讲道起来安怎反抗，所以然后就伫即个罗马罗伊主持圣餐的时阵，甲枪杀死去。总主教死去了后。有10几年来，萨尔瓦多陷入这个内战，直到1992年，内战才开始平息，行往一个用民主选举的共和政治。今仔日萨尔瓦多较有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其实压迫者的神，因所信的，毋是咱的上帝。这对萨尔瓦多来讲，嘛是一个出埃及记得到讨棒之路。愿上帝来看顾咱，因为咱台湾嘛脱离威权的压迫，咱嘛是要行一条另外一种形式的出埃及。每年全土世的这个教会公道日，因逐年拢会选一个国家做代表。每年世界公道日是咱长老教会这个灵修的内容是咱长老教会所写的，因为每年的主题就是台湾，全世界的教会要为着台湾来祈祷。这个世界公道日，其实咱看到，因每一遍要找一个国家的祈祷的时阵。拢是伫迄个国家，因认为真危急的时阵，伫遐来祈祷。2年前写这个主题的时阵，
连长美牧师就是总会妇女干事，伊就会问我相关的代志。我甲伊分享讲，这个代志咱真要紧，因为全世界要为着台湾来祈祷，全世界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所以也希望，当明年年初的时阵，全世界会为着台湾祈祷，是因为看到台湾的需要，也是讲咱的危机啦。过去捌为着海地祈祷，因为海地发生大地震，人民伫迄个中间嘛遭受到当地的军政府的压迫，所以为着迄个国家祈祷。明年全世界要为着台湾来祈祷。也希望咱也会通做阵陪伴咱的心，因为疫情过去了后，希望台湾互世界看见，也希望台湾会通加入世界的组织，因为咱甲世界优胜的国家做朋友，咱的国家就会通愈安全。这几年来，咱拢不管是会听到中国的无人机射台湾，军舰来射台湾。台湾伫这个危险的中间，咱需要的唔单单是世界好朋友的帮衬，咱更较需要的是安怎上帝带咱行头前的路。咱唔通甲邪恶的统治者伫遐来签和平的协议。因为咱看到过去甲中国签和平的协议，新疆签落去就无去，西藏签落去就无去。台湾千万唔通安尼。你讲香港，1997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落去了后咧，20几冬后，中国的发言人伫遐讲，中英联合声明只不过是历史的文件。独裁的政府会当拆毁签的合约，但是咱在签合约的时阵，就亲像甲上帝签合约，就爱照安尼去行。这是圣经互咱看到的。咱甲上帝立约，咱就爱照这个约去行，也唔通甲这些邪恶者要伫遐来签约，因为迄签落去对咱来讲，拢是危险的开始。咱需要的是求上帝一步一步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感谢你恩典。阮相信台湾对伫过去白色恐怖行到伫改严进入民主化，这一路以来拢是上帝你的引带。有侪人，因的心内有上帝的形象，伫遐渴望行公义的代志。有人的心内有怜悯的心，伫社会来怜悯人、帮助人。阮拢会行一条行往上帝国价值的道路。这条路无简单行，毋是靠着阮的气力会通行。求主你帮助，互阮会通趁你的命令，照你的旨意来行。互上帝你的旨意伫地里，那亲像天里，实践上帝国伫即世间。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77首，圣诗第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即点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特别为着下面的3项事工来代祷。第一，咱过来即礼拜的5月21到22日是国中的教育会考，咱为着这个考生，特别伫疫情困难的中间，这个防疫的措施来举行的中间，当来顺利来进行考试吼。咱也求主保守教会内有侪的国中生。第二，为着儿童预防社的注射，搁甲咱国人防疫的自律来祈祷。第三，也为着咱伫疫情新的一波的疫情渐渐伫关键的时间，咱特别为着这医疗人员因的心灵以及疫情中心指挥中心这政府官员。互因有好的智慧、有勇气、有气力来继续来向前行。咱做伙开喙共声来祈祷。即时，请今仔日的司院长陈义宣执事引带咱来做结束的祈祷。兄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阮伫即个礼拜日会当来遮做礼拜。今仔有真侪兄弟因无法度出门，求你嘛纪念因伫厝里，也是伫其他的所在来纪念你。即个5月21到日要举行国中的会考，求你保守遮学生。心会当安静，头脑清楚，学校的防疫嘛做甲真顺利，会当甲即个考试顺时来进行。阁有台湾真侪囡仔无法度注预防社，有真侪家长有真烦恼，求你互阮智慧，互阮会当看真侪消息来做分辨，会当知影啥物是好，啥物爱去做。阁有即个疫情，即马行到。应该是最后的所在，希望阮最后的即几步袂伫即跋倒，咱逐个人会当共心来甲即个最后的时间完成。即2冬来，咱台湾的医疗人员，阁有遮防疫的人员，阁有 CDC 遮的政府的官员，拢真辛苦，逐工不断的记者会来甲咱报告逐日的疫情。求你保守因的心灵平安，阁有因的家庭，甲因的厝内的人，互因会当伫即个过程当中得到保守。搁较来的路程，阮是毋知，但是主你拢知。求你互阮伫你的保守当中，会当一步一步向前行。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即时咱来奉献。
请坐。即碟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第一点，伫疫情的中间，咱的主日礼拜也是照常来进行。同时咱伫线顶嘛是有转播吼。咱礼拜甲礼拜后，请大家就是安心来按照政府所提供遮个防疫的指引吼。包括咱喷酒精、量体温、挂喙烟。礼拜了后的地饼会。请大家遵守，就是咱若有食物件，就无讲话吼。若讲话时阵，就爱挂喙烟吼。同时保持社交的距离吼。各组的聚会，咱着看周报吼，因为有诶有照常，有诶伫线顶聚会吼。第二点就是咱水里二少年团契，因为考虑到侪的囡仔也未注射预防针吼。所以咱已经对4月份开始有4月底有改线顶的聚会吼。主日二是10点半，少年团契主日二10点40吼，少年团契10点半。咱有囡仔伫厝里呢，也会当请因来线顶吼，来教遮的老师做伙聚会吼。第三就是呼吁咱的所有的咱的兄弟姊妹来下载咱的台湾社交距离即个 app 吼，伫手机的顶悬吼，即个部分会当保护大家来有包括你的接触的通知，也是你需要隔离，也是一寡需要的信息，拢会伫顶悬吼。若是有出现着感冒，也是有感染着的症头，请大家若是莫紧张吼，咱会当用 app 也是卡1922吼，来照即个通知来进行吼。第四就是咱考虑到疫情的关系，咱7月份的儿童营来取消。第5点，但是咱伫8月初有即个国际写生国际日的写生比赛吼，咱照常有要来举行吼。颁奖的典礼是伫9月18日吼，请大家看吼。另外，伫具体消息的部分，咱教会的长辈，咱的杨天溪执事伫4月23有安息主怀吼，女婿94年，愿上帝来安慰伊族夫妻正亲友吼。日念火化礼拜已经伫5月初6来举行，个别礼拜。要伫后礼拜日，就是5月22日下午1点半，伫咱教会来举行。请大家来参加，也为着遗族来代祷吼。另外有一项的补充，就是咱顶礼拜有发放，咱有随身咧查的防疫的酒精吼。文总长咧这边有准备一个漏斗吼，一个漏仔吼，会当互大家要补充的时阵。较方便来使用吼。若有需要的兄弟，咱会当甲干事这边来领取吼。以上这点，请牧师来做介绍甲请安。直接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郑朴仁，对美国回来吼，是咱第6任吴天明牧师的外孙吼，来请起立，互咱来熟悉。过来是来介绍是恩雅的朋友吼，郑尚奇，来请起立，欢迎，来请坐。咱嘛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伫咱中间。咱三甲来吟上咏圣诗第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源。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
当我将恁交托伫上帝甲伊恩典的道，是会建立恁，互恁得到业，伫拢总正诚的人的中间。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绿岛变花。若是需要带倒的兄弟，咱会当到外口的雨伞骹吼，有咱牧长加东工会来为你来祈祷。